試諗下，如果香港同世界各地嘅教會同心合一，係幾咁嘅美好啊！大家好啊，我係林成信牧師，好開心可以參與一元2026喺呢47日裏頭嘅大齋期當中，我哋將會聆聽約翰福音每日靈修，為我哋嘅城市祈禱，而且欣賞福音電影，呢一切都可以透過一元手機應用嘅程式去實現。一元手機應用程式支援11種嘅語言，包括英語啦、廣東話、普通話、韓文、印尼話、菲律賓話、馬來西亞話、越南話、尼泊爾、緬甸語言同埋手語啊！如果你已經安裝咗一元手機應用程式，就記得同你嘅朋友開心 share 啦，將呢個好消息傳開去啦，一齊嚟啦！請下載一元手機應用程式。